新北市伫去年通过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地方公投案，草案今日送到议会审议。公投案发起单位台湾清洁水行动联盟提出5点呼吁，其中也包含爱甲排放废污水的事业单位提升列入去废污水的管制规定。新增事业废污水，新增事业废污水，禁止排入，禁止排入。手举牌啊画口号，去年底在新北市通过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公投案，草案即时送议会审议。发起团队针对内容提出相关呼吁。目前的废污水排放的相关的条例里面，其实它是设置了管制区域跟管制执行区域，但是它绑的是必须是下水道铺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会进行管制。那众所周知，我们新竹市的下水道铺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到达2成，所以如果只是单用这一个依据来判断管制区域，其实是对于民众的交托其实是相差甚远。林好水公投去年以13万票通过。市政府经过协调，希望整合民意，定出符合民众期待的法令。议员也正期待这届的相关讨论。我们不希望由工业喝好水，民生喝废水。我们希望的是，灌溉水源和饮用水源的上游都不应该有这些污水的排入。今天有几个诉求，我想我们要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品质啊，这个大家对这个的期待啊，我们都一起来努力。废污水管理治理条例草案第一议会顺利3读通过，而且搁附带决议。废污水委员会由市长林志坚担任主委，甲委员会设置运作方式，也拢需要搁送议会审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